这位马兄，确实和王老板起了争执，挥拳弄脚。可比无奈。但其间，马兄却从未真打过王老板一拳一掌，反倒是本人亲眼所见，这位王老板将马小姐的珠子卷进了左手袖管里，之后贪墨不成，才导致气急攻心、羞怒晕厥而死。仵作在。鲍县尊，确是左手袖中长剑。大胆！人证物证俱全，如何还能抵赖？瞎扯！若真是你的，你倒是讲讲此珠有何独特之处？这珠子不都长一样吗？对喽，天下珠子那么多，凭什么你张嘴就是你家的呀？哼，这明明是我爹珍稀的珠子，堂堂在袖中把玩来着。就是啊，就是。仵作在。今日便给我开膛验尸，把怎么死的看个究竟。是大人，冤枉啊！县尊不可呀，县尊。